大家好。咁我何家華老師咧，咁啊，2025年嘅 DSE 題目咧，咁有一條咧就叫為不完美添上色彩喎。咁我哋睇下有冇一個例子可以俾大家參考。嗱，題目裏邊係講到啊，佢用咗兩個例子啦，白布鞋嘅污跡畫上花朵，沒法破舊嘅建築為時尚藝術館，緊湊嘅旅程咧，添遇上暴雨可以咧享受片刻嘅休閒。咁呢啲例子嚟嘅，其中嚟講，佢最緊要係世事冇完美喎，為事物心境增加新嘅色彩咧，事事皆美。咁咧其實係事物同埋心境嘅啫。咁以為不完美添色彩咧，做一個作文題目噃。好啦，咁咧我哋想講一講有咩例子係比較合適咧？嗱，我哋用睇睇呢個例子就叫金繼啦。嗱，金繼咧其實係啲咩嚟嘅咧？大家睇到 model 手裏邊捧住個圖本，哎呀，原來叫做金繼係一種修補嘅技術喎。源於15世紀嘅時候咧，日本室町時代咧，破碎咗唔完美嘅陶器咧，日本人嘅手藝嘅匠人咧好叻㗎，佢用金粉混合啲物質去修補嘅。咁作為一種哲學咧，金繼係將啲修補破損嘅嘢修補成為歷史一部分，增加個歷史感喎。而今屆哲學亦都提醒我哋一樣嘢嘅喎，每個器皿有唔同嘅裂法，冇辦法重新再複製㗎啦。因此複製修補之後嘅器皿咧，每件都係獨一無二㗎。嗱，譬如睇下呢個碗盤上邊嘅裂痕咧，其實就係人生嘅痛苦同埋傷痕。我哋咧曾經咧破碎過、受傷過喎，但喺傷口裏邊咧，如果能夠修復結疤之後咧，就會強韌成長，增出智慧，變成我哋獨一無二一份智慧啦。咁呢個就係能夠為到不完美人生添上智慧咯喎。好啦，咁而我哋仲要睇到一樣重要嘅嘢喎。人生咧，其實咧，往往遇到啲唔完美嘅事，四分五裂。但係當你畫咗第二次生命，就會用更美、更有性格姿態咧，重新喺你嘅人生戰場上邊出現。尼采講過啦，殺唔死你嘅，就會令你更加強大。記住，imperfect，只要咧加咗一筆，就可以變成咗 I'm perfect，我係完美嘅。咁喺唔完美嘅人生裏邊，擁抱傷痛咧，可以活出真我風采喎，同埋添上咧更豐富嘅人生嘅美好嘅色彩㗎。好啦，第二個例子咧，大家都比較熟啦，就係相約星期二裏邊咧，咁主角其實咧寫到人生有種種嘅唔完美啦，會遇上種種嘅不幸同埋惡疾，但係用愛心活出意思嚟就有意思，就可以改變佢生命噶啦。主角話咯，生命如果有意思咧，就要投入你自己去愛其他人，貢獻你自己俾周遭嘅社區，去創造出能夠令你活得有目的、有意義嘅事情。好啦，咁呢度作者講出咗人生係唔完美，要俾多啲彈性自己，勇敢承受嗰種嘅壓力，生活嘅拉扯，耐住自己嘅性子，平靜咁走過去咧，最後咧你就要撥開雲霧，為生命賦予意思，喺唔完裏邊咧增添一份獨特嘅色彩喎。好啦，第三個例子咧就係蘇軾啦，係咪定風波大家都好熟啦。咁啊蘇軾咧有一次咧佢咧喺沙湖道中遇雨，哎呀真係唔好彩啦，雨具行咗先，咁啊落雨啦係嘛？人哋係打波落雨，係佢行山嚟落雨都係其實相當唔完美嘅。但係蘇軾咧佢仍然咧能夠咧好豁達咁講，佢話咧就算落雨都唔緊要㗎係嘛？含笑且隨行係嘛？一蓑煙雨任身平。咁啊，最後嘅名句就係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喎。係啊，呢首詞咧就用到氣候比喻人生，人生會遇到樣樣嘅唔完美，行山就偏離遇到風雨喎。但係蘇軾講到，哎呀，只要我哋有豁達嘅心境，苦中作樂，喺唔完美裏邊咧，能夠揾出一啲更加有意思嘅事情。所謂漫步人生路，笑看風雲變啊嘛，咁啊都個人生咧添上更加豐富嘅色彩啦。呢三個例子唔知能夠幫到大家咧思考點樣去咧應付我哋 DSE 嘅作文咧？如果你覺得好嘅，俾我一字我或者係留言啦。如果你係理想咧，我就編發明俾大家參考嘅，亦都可以咧私信俾我或者咧俾我聽。咁我咧就做篇文章同大家一齊分享，希望大家咧能夠咧遇到題目都有更好嘅表現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